我操！谁呀？我他妈洗头呢！我他妈洗头呢！操！我干啥呢？我说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谁呀？不是我！哎呀，现在骗子多多呀，小心有诈！你看看来。真的。快去了嘛，不然别过了。是，明儿咱咋回家呀？能行吗？不好了！哎呦我操！送来的大姑家的，可是哥，可是这一辈子就这人急眼了，你还不回家？快滚他妈犊子！我快吃亏了，骂我是吧？大哥，感谢我大哥，你骂我，感谢我大哥送来的土养。一个小子跟正玩呢，不能一起啊！感谢老铁送来的啤酒、涂鸦，请你一个。感谢老铁送来的皇冠嘛，皇冠，我的皇冠。神经病啊！你看，你把美女脸上贴吧，我帮你发过去。对3，对8，对勾，对2，不要。扎他，快点扎他！操你！哎呀我操！碰瓷啊，跟我玩！哎呀我操！人生路，美夢似咋的了，龙哥？天太热，能不能让我刺激点？能不能让我凉快点？那还不好说呀。跟我走，走吧，走。凉快不？刺激不？凉快不？刺激不？凉快不？我操，能刺激不？哎操，妈这真凉快！怎么样？要和我分手？好，那么好，你妈的，你要和我分手啊？我要去告你！哎呦哎呦，你他妈会后悔的！给我嘚瑟！卖瓜咋卖的？ 1块钱一勺。自己带勺行吗？行。给。不是这人太不讲究了，1块钱一勺，整那么大勺，是1块？是啊。给。嗯呐。啥也不都是钱，吵吵吵，快点给我逼的，吵吵吵！兄弟，能不能带我一程？你傻逼吧你呀！你不带不带呗？你骂什么人呢？我自己有车。操你奶奶的！你有事你就找我，你有事你就找我，啥活你不干，你多人你！
姐受伤了，也改变不了姐装逼的气质，你知道不？老铁们，今天户外给你们接个鸡蛋啊，一会儿就成型了，别着急啊！双击关注看结果，双击关注看结果。我先喝口啤酒啊！你们有病啊！干啥呀？在我家干什么？你要滚犊子！滚！动我干嘛？没有啊。要动！帅哥穷。老铁们，大家好！人体分身术，下肢分离，再次带给你们双击关注出教程。就这绝活，一般人他也整不了。啊，别往那儿录哦，别往那儿去哦。按他，打他呀！老公，打他了，喝点开水啊，我大姨妈来了。喝点红糖水。哎呦，我饿了，你回家做点饭去吧。你喝点糖水就饱了，知道吧？怎么那么坑啊？这个亚瑟，我操！打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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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野。所以毛哥，你看这天超蓝的，蓝的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好酸呢。我要生你宝宝。操你妈！这凉不凉鱼这俩傻逼，我操！好的，做的傻逼。你怎么就走了你啊？小玲，你们还没回去吃饭了啊？走吧。太香了。老妹儿点了我动。啊！吃我的方便面，你他妈有病啊！兄弟们，给你们变一个神奇的魔术，信不信？看好了啊！小恒，我给你变一个魔术，信不信？不信，不信啊？这回信了吧？啊！小胖，咱俩玩游戏啊，一人打一下不带急眼的。行啊，哎呀，哎，哎哎哎！大妹子，刮我懒子了，谁刮你懒子了？真刮我懒子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
对不起，没关系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谁俩的啊？这是谁俩的呢？亲爱的，嫁给我吧！你他妈谁都敢求婚啊！滚！你也是他妈谁求婚你都干啊！是不是傻？坐媳妇儿。要不然回去道个歉吧。算了，道歉肯定会挨骂的。